決賽未開始，拜仁佔到升勢，皆因賽事喺佢哋嘅主場上演。四強對巴塞羅那一夫當關，但保辛華今場似乎力不從心啦。走甩咗洛賓更近埋門，私自撲倒再中門柱，仲要俾高美斯掛翻埋嚟又解圍。轉個頭，高美斯再嚟倒掛，散中人，洛賓回俾另一邊嘅列貝里埋門定傳波高美斯意會到都接應唔到啦。兩隊射手今場見到高低，拜仁嘅高美斯夠機警，避過攔截，但埋門差到咁，充分反映咗拜仁差勁嘅埋門中籠數據。入主車路士之後，艾巴摩域治未嘗歐聯之味，一度想放棄杜奧巴帶嚟變化，但睇埋今場應該要續約啦。數據顯示拜仁佔盡優勢，洛賓散中人再由列貝利保中，睇開心住。球證話越位在先，呢球唔算數。直到完場前嘅7分鐘，卻奧斯傳俾托馬士梅拿頭槌，彈地波收死獅子，拜仁幾經艱苦終於領先，但跟住嘅戰情，杜奧巴就成為賽事焦點。接應角球一頂，為車路士追成1-1，亦將比賽帶入加時。呢位科特迪瓦前鋒加時上半場嘅3分鐘，回防踢跌咗列貝利未算罪人，兼且係功臣，皆因洛賓嘅12碼。俾私自救到，未能為拜仁再度領先。列貝利亦受傷離場，要由奧力入替。拜仁冇咗列貝利攻勢欠缺重心，奧力傳中，雲布廷尼前半步，浪費入波機會嘅唔單止佢。再嚟南姆右邊咬出嚟，高美斯都係唔入，鬥埋加時兩隊維持1-1，要12碼分勝負。兩隊頭4輪各射失一次，先有車路士嘅馬達。即將離隊嘅奧力未能為拜仁保住優勢，去到第5輪，拜仁嘅舒維恩史迪加中柱，機會落喺杜奧巴身上。一腳射破紐亞，為球隊攀平之後再射入重要的球，為車路士12碼贏4-3，奪得球會歷嚟第1個歐聯錦標。有線電視記者郭明報道。個天氣啦，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天氣炎熱，下晝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，吹微風。未來2-3日都係天晴。